各位新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我係新仔，每日為你爆響口，睇通透。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多謝各位。Uh-oh. 喂，大家好啊，我係新仔，又返嚟同大家吹水講新聞啊。今次呢單嘢真係睇片都嚇到個心離一離，仲引發全網激辯。講緊嘅就係近日喺 Threads 同香港01都爆紅嘅一段車 cam 片，標題好嚇人，三地牌七人車突倒車，警員神反應彈開，後續震驚全網，謀殺。等我同大家先講清楚個故事背景先。段片大概17秒。見到喺一條公路邊有一架掛住粵港澳三地車牌嘅七人車停咗喺度，一位交通警員呢就行近架車，睇個樣似係想進行檢查或者問路，點知就喺警員行到車尾附近嗰一刻，架七人車突然好似失控咁，猛力加速向後倒車，個車尾直衝向個警員。哇！嗰一下真係好得人驚，因為唔係慢慢留後，而係有力度咁轟一聲倒後。好彩位警員哥哥真係好似有輕功咁，反應快到極點。喺電光火石之間向側邊一跳，完美避開。大家要留意，當時警員後邊不遠處其實正有一部黑色私家車駛緊過嚟，七人車咁樣突然衝後，幾乎造成連環相撞，真係險過剃頭。不過成件事最令人詫異，甚至係嘩然嘅，喺個後續發展。為警員避開之後，定一定神，行去七人車司機位側邊，示意司機開槍。跟住，根據報道同片中所見，警員對住司機訓話咗幾句之後，警員就行開架七人車就若無其事，慢慢駛走咗。冇錯，就係咁樣完結咗。好，講到呢度，我要同大家糾正一個好重要嘅事實，亦都係網上最初流傳時好多人搞錯嘅地方，就係呢單事件究竟發生喺邊度呢？好多人一見到三地牌就自然以為係香港，但係根據香港01嘅報道同仔細睇片。影片背景裏邊清楚見到澳門嘅地標建築，亦即係澳門旅遊塔，所以呢單事件實際上係發生喺澳門嘅公路上，而唔係香港。呢一點好關鍵，因為牽涉到之後嘅法律同背景討論，地點唔同，成個故事嘅 context 就完全唔同。事件喺網上曝光之後，網民嘅反應可以話係非常熱烈。Threads、Facebook 等等嘅討論區留言多到睇唔晒，我綜合咗一下，大家嘅意見主要分幾大類。第一類係極度憤怒同震驚，好多網民一睇到個畫面就忍唔住留言狂鬧。最常見嘅係質問謀殺啊，咁樣算唔算襲警啊？意圖傷害公職人員喎。大家覺得車尾明明有個大活人，而且係着住制服執行職務嘅警員，司機竟然可以照樣大力倒車，呢個動作好難用睇唔到或者唔小心去解釋。有網民形容呢啲司機根本係馬路炸彈，行為完全不負責任，危害其他人安全。第二類係狂讚警員嘅身手，幾乎所有網民都一致俾 like， 大讚阿 Sir 身手敏捷，好身手，救翻自己一命。大家都認為，如果唔係警員反應神速，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呢種讚賞背後，其實亦反映咗大家對前線執法人員工作危險性嘅關注。但係第三類，亦係最引發熱議嘅一類，就係對事件後續處理嘅極度不解同失望。見到警員最後只係訓話幾句就放行架車，好多網民嘅反應係咁都得，咁都冇事，應該即刻拉人封車啦。網民普遍認為，無論司機係有心定無意，做出一個咁危險幾乎撞到人嘅駕駛動作，就算最後冇造成實際碰撞，都已經構成好大嘅危險性，絕對唔應該就咁算數。大家擔心咁樣輕輕放過，會傳遞一個錯誤信息，變相縱容同類危險駕駛行為，令其他道路使用者，尤其係執勤中嘅人員承受不必要嘅風險。另外，亦有網民將焦點放喺駕車嘅三地牌上面，有人戲稱三牌車真係地上最強，或多或少反映咗部分人對跨境車輛同司機有某啲既定印象。當然，我哋要理性分析，唔能夠一竹篙打一船人。但無可否認，呢單事件確實令更多人關注呢類跨境車輛嘅駕駛安全問題。咁講翻轉頭，個司機當時到底諗緊咩？點解會做出咁危險嘅動作？網上都有好多分析同猜測，一種講法係司機可能當時好驚青、好慌張，可能佢見有警員行過嚟，一時心虛或者唔知點處理，想快啲走，但手忙腳亂之下入錯波，
以為入咗前波，點知入咗後波，跟住一腳油門踩深咗，架車就向後衝。呢個係比較常見嘅慌張型失誤，通常發生喺新手或者心理壓力好大嘅司機身上。另一種講法就陰謀論啲，認為司機係有意為之，因為睇片嘅加速力度同速度似乎唔似純粹嘅誤會。有人猜測司機會唔會係明知車尾有人特登用倒車呢個動作嚟嚇退警員，或者想製造空間讓自己可以快啲離開現場。如果呢個猜測屬實，咁個動機就非常之惡劣，已經超出普通交通失誤，帶有某種故意嘅成分。但無論係邊種原因，喺法律上呢個行為點樣界定呢？雖然事件發生喺澳門，而最後似乎只係訓話處理，但我哋可以從一般法律原則去理解。喺任何地方，包括澳門，駕駛者有責任確保自己操控車輛時不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好似片中咁，突然向正企喺車後嘅人加速倒車，呢個動作好大機會會被視為危險駕駛。危險駕駛嘅定義通常係指駕駛方式遠低於一個合格同謹慎司機應有嘅標準，而且呢種方式對他人構成明顯嘅危險。即使最後好彩冇撞到人，但個危險動作本身已經足以構成檢控嘅基礎。如果被法庭裁定危險駕駛罪名成立，刑罰可以好重，包括罰款、停牌，甚至監禁都有可能。當然，具體要睇當地法律嘅規定同法官嘅裁量。至於話呢架係三地牌車輛，會唔會有特別嘅罰則呢？原則上喺澳門境內違反交通法例，無論你架車掛緊澳門牌、香港牌定內地牌，都係一視同仁，適用翻澳門當地嘅法律，唔會因為你係跨境車就有特權或者被特別嚴懲。不過，如果涉事司機本身唔係澳門居民，司法程序同後續執行，例如罰款點樣追收，可能會複雜少少。而有關嘅違法記錄，相信各地相關部門之間亦會有通報機制。講開又講，近幾年大灣區融合，往返澳門同內地嘅車輛的確增多咗。澳門地方細，遊客多，路況本身都幾複雜。如果有司機唔熟悉澳門嘅道路規則，例如路口讓先原則、斑馬線必須停車讓行人等等，又或者一時未能適應，的確會增加交通風險。雖然我哋冇具體數據話跨境車直接導致意外急升，但係車流越多，潛在嘅衝突點自然也會增加。所以無論係本地司機定係跨境司機，最緊要都係打醒12分精神，預留多啲反應時間，同埋一定要尊重同遵守當地嘅交通規則。總結成單新聞，一架三地牌7人車喺澳門危險倒車，幾乎撞到交通警員，全靠警員身手好先避過一劫。但係事件以警員訓話後放行作結，令到好多網民感到不解同失望，認為應該從嚴處理，以收阻嚇之效。無論司機當時係心慌定係膽生毛呢個行為都絕對係錯誤兼極度危險，對執法人員同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我哋作為駕駛者，無論喺邊度揸車，最核心嘅責任永遠都係保持冷靜、專注，同埋對路上其他人嘅生命安全抱有最基本嘅尊重。就算真係被警員截停，都應該好好配合，千祈唔好作出任何危險動作，害人害己。希望今次事件可以為所有人帶嚟一個深刻警醒，大家揸車真係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安全至上。至於澳門警方會唔會就呢單事件有進一步跟進，我哋就要密切留意後續發展啦。好啦，大家對今次事件有咩睇法？你覺得警員當時訓話放行嘅處理手法恰唔恰當？如果你係當事人，你又會點樣處理？歡迎留言同新仔一齊傾下。記住，道路安全人人有責。我哋下期再見，拜拜拜。好啦，單料就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記得撳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出去。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多謝晒。